在地人在地前来到云林的水南乡，当地小农陈凤玉，伫做农之外，嘛经营着厝内底传承三地人的柑仔店。也毋过，伊甲柑仔店改造真有人情味的良心商店，互人客家己选择着商品，而且来落这个银角啊。同时，嘛来卖家己所种的有机蔬菜，在地人是小宝小乐。 头家当伫咧报冰箱内底货，毋过真足看，这竟然是一间无人商店。水南乡的小农陈凤玉除了务农做事，嘛伫咧换厝内传承三代老柑仔店。啊，说阮若要爱，阮就家开啊，啊去开咧，就因人讲，阮才是会啊。这间无人伫咧顾的柑仔店，嘛有伫咧卖头家种的有机菜色。附近的民众若有欠菜或者是日常用品，拢会来接配。日本吼，即较冰箱，较早是拢甲卖饮料尔，但是饮料吼，伫庄脚遮老人来讲，需求较无遐大啦。陈凤玉嘛笑讲，卖香味无开店，就扣是大人批。伊嘛强调收集毋是重点，伊所经营的无人柑仔店，互村民会当家己拣商品，若只有人情味，民众嘛感觉心烧佮便宜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